来那个，以后你只卖线，我挺舞蹈。赖真真，我刚刚不是说了，哎，你要上来吗？可以吗？哎呀，来曾大哥的家啦，那曾浪底大哥，哎，来安尼，咱的症结点，咱直接甲讲。我跟各位讲，那艺品的东西，我跟凯宾的认知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建价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，当然厂商也是不一样。那你们在线上说要道歉，我也不知道说要道什么歉。那他也实在了，有给我看他们公司的管销，那或许真的是亏钱。但是我昨天在电话里面，你们如果有看回放的话，我很清楚的说，电线有没有赚钱？电线赚钱就不要说亏钱卖，我的点是在这边而已。那我昨天有答应100万，我们买线来回馈给你们粉丝，40块一条啦，就是安尼10条，但是10条400。我讲这真大哥，你若安尼有了着钱，我会希望你就买。若无要紧，若袂去了着钱，我们说到做到，大家该支持的我们就会支持。那人家有讲，有把他的公司资料给我看，我确实有给他看了，我有看到了。这个我也要跟炮军讲，我也没有在跟你们唬烂什么，那我真的是有看到，就这么简单。那线有没有赚钱？有赚钱，但是够不够他付管销？那我不予置评，我也不知道。那线有没有赚钱？有，可能就是薄利多销。就像我昨天我讲的麦香红茶的道理是一样，一瓶10块钱，在商品上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这个价钱，一定有利润嘛。那这个利润要拿来做什么？利润就是要拿来付管销嘛，付员工薪水、水电费等等之类的。那当然你有很多商品，那我也希望以后就加油，好不好？就是加油，就是这样。那我不是不敢露脸，我人也有来。好吧，我不是不敢露脸，人确实有来，我人一定来。但是整件事情，我整个月的，我不要说单一品项嘛，我整个月所有的品项、营业开销、所有营业额进账什么新竹物流的资料，我有开给曾大哥看。那他看完之后，他也知道说我连薪水计算方式全部算给他听，他也知道说营业状况不是那么理想。对，这是确实的。有偌济话，我就讲偌济话。好，那就交给凯宾了。交给凯宾了。好，谢谢啦。哎呀，他就是确实啊，也就确实有来他也有上进了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，艺品的认知，大家艺品的认知就是每一个人心中的价值也不一样啦。喜欢的人，一个艺品，一个钛金，10万也在买啦。不喜欢的人，1块钱他都懒得买啦。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刷+6，有道理不？开公司管销并不是只有单一产品，不要抓话术。对啊，来，然后再来是重点，我比较想知道小王克兄那是什么碗糕啊？那是什么碗糕啊？来，赚10元不甘愿，那就不要赚啦。我们没有不甘愿啦，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刷+1，就是开心嘛，对吧？欢喜啊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讲量加不加遐，量没有加到那里被你们说到好像我赚了几千万一样，这样我会觉得很无奈啦。你听我讲的意思了？来，然后对那个吴兆志大哥讲一条线赚10块啦，那只是毛利啦，不是实质获利，还有营业率，对，没有错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因为营业本身就是还有很多管销嘛，对吧？你看我都按算讲，我运费我他多少开运费曾大哥看嘛，光是运费就10几万了啦，你卖无够出啦，干那一张票拢落27万啦。我刚刚都有开给他看，一个品项一个品项都开给他看。我只是要跟你们讲，我这一台直播不是像别台这样拢冇赢的。我要跟您讲的点就是一个点尔，你们听得下去的就听嘛，因为我刚刚直接开给大家看嘛。0元起标的东西，我为什么0元起标，成本3000几块，花1000多块嘛卖，这是公信力的问题，你有了解不？我是要跟你讲说公信力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个吴毅说淘宝1条9块可以进淘宝线啦。来，吴毅，
你进淘宝线，然后我跟你买，你给我保固，可以吗？我跟你下单，你给我保固。我卖电线，我卖出去，我对所有线上朋友是保固的呢。你有了解不？哎呀，来，然后好啦，就先这样啦。哎呀，来。那可以问一下凯宾旗下直播主上个月薪水多少吗？每一个人领的都不一样啦。哎呀，每一个人领的拢无同款啦。我只是要甲你讲，零元起标的物件原本就是有赚有了，无咧做沙库啦。这是我今日来上主要的目的，你知无？唔是讲我沙库啦一直站到尾啊，上尾一个人客着标啊，我无咧做迄种代志。我今日来证明的就是这个点尔，就是这简单啦。你有了解不？来，胖七哥鹦鹉又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呢，他没有怎么了。哎呀，来，艺品在于个人觉得它价值多少。好比一颗石头，有的人当宝，有的人当石头，没有错。艾伦哥，你讲了不对啦。哎呀，他们说胖鹦鹉是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他的事情我不知道啦。对啊，哦，然后。叫胖鹦鹉上来讲，不知道的人，大家赶快去报废看八卦。最低薪资24000吗？我跟你说，直播主不是24000不24000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如果有想要做直播主，来我们公司面试，我会跟你报告。你没有要来我们公司上班，我免跟你报告要这，你知不？凯宾，你现在还在台北吗？没有错，我还在台北。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啦，价格合情啦，合理啦。喜欢就买，不喜欢不要看，没有错啊。因为我今天来上主要的目的啊，我今天来到台北最主要的目的，要给你们见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公信力，就是我们这一台，假如说成本1000块，100块得标，我嘛是照卖的意思。安尼你有了解不？了解打了解啦，所有朋友了解帮我打了解。胖鹦鹉干人妻被开副本了，快去了解一下。